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伫清早，上帝赐予水予咱，予咱的土地，嘛予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拢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今仔日咱要来做伙守圣礼典，上帝的恩典就亲像今透早的雨水共款，毋敢若润泽土地，嘛帮助咱的心灵拢得到凉爽。愿上帝的疼痛，就亲像今仔日的气候共款，会当常常互咱看见到主的恩典，有日光，嘛有雨水，通过安尼来得到上帝大大的疼痛。咱爱要分享的大声，咱就再一次同心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今仔日是9月份的第2主日，阮真欢喜。会当伫今仔日来举行第6次的圣餐开第3次的洗礼。阮欢喜伫今仔日主你的临到，要来成做阮的救赎，嘛恳求上帝你来帮助因带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通过伫圣餐，通过伫洗礼，大家围垒做伙，合一伫信仰的团契中间，为主来做见证。但愿恳求主你的圣神也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帮助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伫今仔日要来举行圣礼典，伫咱长老教会，或者是讲伫今日文章。对着圣礼典的解说，也就是通过圣餐，会当来经历上帝的临在。所以真希望讲，咱会当通过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邀请咱的会友，会当专心，会当踊跃伫圣礼典的中间来经历上帝的恩典甲疼痛。换一句话讲，伫每一次的圣礼典，咱做伙来守圣餐，是代表咱伫信仰的团契中间来感受敬虔甲合一的重要。所以嘛有兄弟姊妹咧问讲，牧师你的礼典簿太大甲规本，拢是十字架。其实这是我伫神学院的时阵，有一个日本的教授安尼甲我分享。当每一次把这十字架搭伫礼典簿的时阵，伫每一次的圣餐中间，咱是甲历代教会遮的圣徒做伙来领受恩典。所以伫这本礼典簿中间所搭的每一支十字架，是牧师伫淡水教会所主持的个别礼拜，或者是有参加的个别礼拜。咱历代的信徒，因嘛拢伫即个中间，行咱伫每一次的圣礼典内底来经历上帝的疼痛。这是一个合一的象征。更较要紧的是，咱伫每一次的圣餐中间，咱的小会嘛仰望牧师会当来提醒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当你摕到圣餐饼。当你摕到圣餐杯的时阵，会当三角做伙听候，三角做伙来领受。因为咱是合一的团契，咱伫上帝的恩典中间要成做信仰的见证。所以今仔日咱有一位的兄弟愿意来接受圣人的洗礼，要来成做上帝国的子民，愿主来赐福保守。互咱的教会即个信仰的团契，会当继续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宣扬，互更较侪人来知影。伫今仔日，咱要通过伫路加福音书14章25节到第33节的经文，互相来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因为咱伫今仔日要来分享有关耶稣。来讲起着做学生的代价，
咱在座真侪会友是做生意，所以我相信，若看到“代价”这两字，嘛真简单，会当来直接了解，咱需要有付出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无法度逐节来去做释义。总是我要将今仔日的信息重点来放伫27节。我邀请咱拍开咱的圣经，咱做伙来看路加福音书14章的27节。路加福音书14章的27节，真清楚，就来甲咱讲起着，无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的，也袂为做我的学生。我想这段经文直接就会当互咱真清楚知影，讲做一个学生的代价是爱举十字架。伫圣经的记载中间，伫耶稣的时代，十字架所代表的是罪恶、是死亡、是痛苦。伫罗马政府要求，伫当时因遮的百姓，若只要互人定罪，遮的人都爱举家己的十字架到伫受难的所在，伫遐来受处罚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背十字架是代表每一个人爱背着家己的刑具，常时爱去面对死亡道路，互人来祈求。所以，伫路加福音书咧记录耶稣讲的即句话的时阵，就是咧提醒所有的人，当你要举十字架缀耶稣的时阵，你需要有代价。需要什么代价？伫路加福音书第9章的23节，就真清楚甲咱讲：若有人爱缀我，就着看无家己。所以，这个代价就是爱看无家己。伫华语的圣经，伊写讲要舍弃自己。所以，透过安尼，咱会当去明白，缀耶稣的人，家己爱有心理的准备，就是爱看无家己，或者是讲舍弃自己，用完全的顺服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这款的代价，咱敢付会起？或者是咱敢有愿意来回应耶稣呼召咱来举十字架？我想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只有要点一个重点，互大家来去思考。十字架对咱来讲是啥物款的意义？这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。十字架毋是一个砖塔，十字架毋是一个外表的记号，更较要紧的，十字架嘛毋是你个人咧保平安的宗教的物品。如果等下到伫圣经来看，这个十字架，那会当用上简单的形容，就是伫你个人的人生中间，你上第一人生的问题到底是啥物？也就是讲，这个问题会来成做你军队耶稣一个真大的选择的挑战。伫今仔日个圣经甲咱讲，爱看无家己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当咱要军队耶稣来举这个十字架的时阵，有啥物代志是互你伫人生中间必须要爱放弃，或者是放下，至到互你有感觉挣扎甲痛苦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你相信这个十字架有平安吗？坦白讲，若照耶稣的教导，这个十字架非常无平安。其实这个十字架是不断咧提醒咱，爱放下家己上帝的来跟对耶稣，爱放下家己上帝的来跟对耶稣。而这款内心的交战，拢是直接来挑战咱的人生。相对来讲，咱所有兄弟姊妹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上第一的是啥物？
有可能是你的存款，有可能是你的民主，有可能是你的名声，有可能是你的地位身份，或者是家族的历史。但是军队耶稣，这一切拢爱放弃，用完全的顺服来回应耶稣的邀请。换一句话讲，军队耶稣的人要做学生的代价，就是咱爱将咱家己先交出来，咱才有法度去明白甲知影上帝的恩典，哪会遮尼贵重？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圣经其实就是咧甲咱挑战，信用需要被要求，信用需要被要求。如果为着要讨好人的意思，低调来去配合世俗的价值观，那安尼，这个恩典只不过是一个俗物尔。而且牧师要推荐咱大家有机会会当来看一本册。这本册伫我大学的时代，伫团契内底，阮的读册会咧读一本叫做《追随基督》。这个作者叫做潘霍华，这是一本真经典的册目。这本册内底就是咧甲咱讲，什么是贵重的恩典，什么是俗物的恩典。照着圣经的解说，耶稣呼召一个人，目的就是爱为着耶稣来死。做门徒的代价，做学生的代价，就是爱为着耶稣基督，而且爱为着伊来死。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咱伫今仔日要做伙来守圣礼典，上时嘛有咱的兄弟要来洗礼，请问大家是毋是有愿意为着耶稣基督付出代价来看无家己？最后，牧师用着潘霍华所讲的一句话，邀请咱做伙来思考：若是你有承认你是基督徒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绝对无有为着家己的利益来拍算，这才是会当去经历上帝贵重的恩典。三个来祈祷。你要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上帝你的恩典甲救赎的中间，阮会当伫上帝你的疼来经历着主你的保守。但愿恳求上帝你来引带祝福，互阮所有兄弟姊妹，会当来去思考做学生的代价，嘛会当来回应耶稣基督呼召。因为上帝你的疼痛来成做阮的帮衬，成做阮的保守的时阵，只有阮来军队耶稣的信仰，阮才有法度领受到贵重的恩典。恳求上帝你来帮衬引带阮，互阮会当举起家己的十字架，来军队耶稣领受大大的福气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